好，来，重新继续来看云林北港的武德宫引进到人工智慧 AI 系统来解签诗，只要短短30秒，就会当协助民众来理解到签诗的意思。讲若是以前人工咧解签诗，差不多要20分钟，即摆 AI 来解签诗，毋那加正紧，嘛会当来减轻到解签诗人员的这个工作压力。也有一点上重要，就是毋免甲解签诗的人员来沟通，会当保有个人的隐私。第一手记者拍家己想要问的问题，短短几秒钟就出现该签诗内容，传统民俗信仰嘛对着 AI 实行。老师，我要解这个签，然后我想要问事业。真侪人来到庙会，拢会拜拜求签诗，再去请庙方人员解说签诗内容。我即马庙方引进 AI 系统，手镜头背一个，就当了解文言文签诗。你就是只要把你的手机开出来，用我们扫上这个 QR code。和传统人工解签诗比对，老师说明通常需要20分钟时间，才能了解签诗含义。使用这套 AI 系统，30秒时间就当将文言文的签诗转做白话词，和信徒感觉改变哩。就是庙里的老师在讲话的话，第一个会有压力在，就是自己可能有秘密，那可以用 AI 解签的话，他自己可以更明了一些运势。我觉得很方便，因为就是如果有时候真的很多人的话，你就是要排队等。但是这个的话，可能一扫进去，他就直接告诉你很白话的解答。解签诗的老师讲，为信徒对签诗文言文较无熟，一人得用真侪时间来解说。签诗的解法，我们比较在意的是，对方是不是真的了解神的意志。庙方人员强调 ，AI 系统只是斗相共翻译签诗，代替庙方人员解说时间，和工作人员是减轻真侪负担。毛信徒透过 AI 系统，当去处理会当个留签诗的意涵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